喂，兄弟，大家好嘛？大家好嘛？我可以用馬不停蹄去形容我而家呢個環境啊，因為咧，我呢個 Mini 5咧，你哋有冇買到啊 ？Mini 5呢個有冇買到啊？我就係要測試下佢呢個長續航嘅電池咧，究竟可以飛到幾遠啊？我而家咧就用一個屏幕錄影啦，咁就準備隨時開波啊！嗱，因為呢個咧係拉佢嘅關係啦，咁所以咧就可能節奏方面咧就會慢啲，咁但係咧我都會將條片咧略為較快佢嚟播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大家會瞓着啊，因為呢個佢聲稱係51分鐘咯，係可以去到51分鐘嘅飛行時間，咁究竟得唔得咧？大概90米啦嚇，直推出去啦，睇下會唔會係有啲咩驚喜俾大家？因為其實你話如果話51分鐘係咪好長咧？其實又一 Mavic 都好似52分鐘啊嘛 ，Mavic 啊52分鐘啊，佢呢個長續航先至去到51分鐘咧，機仔嚟講算唔錯啦，咁但係你話係咪飛到好遠咧？其實又唔肯定喎，咁啊試一試望一望，究竟係可以飛到幾遠？嗱，我而家定速咗啦嚇，定速巡航啦，咁我就只係屏幕錄影啊，因為想慳翻啲電啦。因為如果你話錄影嘅話咧，4K 錄影，我相信都會比較食電啲啊，比較耗電啲啊。我而家馬不停蹄，咁我啱啱咧就早2日咧就啱啱翻到嚟多倫多，咁啊已經即刻過嚟呢度咧就試俾大家睇，因為第一嗱你新機咧，咁你就早啲試就早啲多人見到啦，咁同埋咧因為多倫多咧而家開始入冬啊，咁而家都大概4-5度到啦，都幾凍啊，其實而家都幾凍啊，所以我都成套架撐都着晒，即係希望保暖啲啦，咁啊盡快飛啦，因為如果你到冬天咧落晒雪咧，個湖面咧可能薄薄地有層冰咧，近岸邊嗰啲地方咧薄薄地有層冰咧，又未必咁適合航拍咯，因為佢個飛機仔係有個溫度嘅限制噶嘛，即係你唔可以低過幾多度嘅。嗱，而家去到眨下眼啊，即係講幾句就已經眨下眼，差唔多1.7公里啊。咁啊，因為呢套片咧，其實就會較快少少嚟播嘅嚇，較快少少嚟播嘅，咁所以咧就未必咁吻合配合到當時實際嘅情況啊。咁我就只係見到乜我就講乜啦。6公里啦嚇，2公里啊 ，sorry 啊，2公里啊，2公里用咗14%，係咪要等佢飛耐啲先會見到佢嗰個長續航電嗰個威力啊？因為以我所知，長續航電應該大概4-5% 1公里就比較合理啲咯。而家我唔知係咪天氣太凍嘅關係啦。嗱，今日冇乜風嘅，今日唔算有咩風嘅。你見到啲樹葉咧，都係只係少少喐咁解嘅啫嚇。大概都係一個好低風速嘅環境。咁如果你話大家都睇過我啲航拍片，尤其是拉佢嗰啲咧，我就好中意嚟呢度嘅，因為呢一度咧 Scarborough Bluff 呢一度咧，即係嗱 Scarborough Bluff 咧有兩邊嘅，一邊咧就東邊，一邊就西邊，即係佢有2個公園嘅。咁通常我喺東邊嗰度飛出去咧，佢嗰個干擾就少啲，反而喺西邊嗰度向南飛咧，個干擾比較多啲。咁所以咧，我通常都會喺呢度飛嘅。咁呢度就比較即係飛得遠啲咯嚇，亦都試過喺度刷新過一個10公里嘅記錄啊！去到3公里啊，3公里啊，用咗20%，咁啊7% 1公里。嗱，好多時咧，我講過好多次噶啦，因為咧新機咧啲電池咧，我發覺係怪怪地嘅，尤其是頭嗰2-3次、3-4次咧，佢哋嘅電池咧係好唔穩定嘅。啲電壓好唔穩定嘅，咁所以會唔會係嗱？譬如我呢個長續航嘅電咧，其實我冇飛過幾多次嘅啫，
我都係飛過一兩次，咁都係頭嗰幾次之內咧，咁我就覺得係可能個電咧有時就未必咁穩定啊，即係好似要差咗大概5次之後，佢哋啲電壓先穩定啊。咁好多時都係咁樣咯，我發覺嚇。你諗下，你而家好似譬如話，而家3.6公里，咁已經用咗25%啦。咁如果對於長續航嘅電嚟講，其實有少少唔係好合理嘅，即係根據翻以前嘅記錄啦，嚇唔係好合理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試就還試啦，實際飛行嘅又要睇下當時嘅環境啊、天氣啊、風速啊嗰啲咯。4公里啊，26%啊。飛高少少啦。嗱，一啲熟悉嘅環境啦嚇，應該都見過呢啲片㗎啦，應該都見過呢啲環境㗎啦。只不過就係今次係 Mini 5，咁睇下會唔會係有啲咩驚喜俾大家？就咁睇而家咧，冇乜驚喜咯嚇，冇乜驚喜咯。嗱，所有遙控啊、衛星啊，全部 OK 啊，唯一就係冇錄影嘅啫。咁我用屏幕錄影咯。睇嚟好可能都只係頂籠去到8公里，因為我記得以前Mini 3個年代咧，都好似有長續航電㗎啦已經。咁嗰陣時都好似係大概7-8公里左右，即係唔係話想象之中咁強啊，或者係可以飛到幾遠咯。睇下5公里會係咩情況啊？5公里啊，34% 啦，34%啦，5公里啊，即係7%，只能夠話好過細電少少咯，細電大概8% 啊嘛，9% 啊嘛，咁而家就5公里鬆啲，咁你諗下，如果譬如我而家剩翻65%，咁我翻唔翻嚟咧？係咪先？因為佢個電壓係新電啊嘛，新電又我覺得係怪怪地。我講過好多次啦，我唔知大家各位兄弟有冇認同我呢個講法？即係因為或者可能喺香港兄弟可能已經較難察覺到呢樣嘢，因為佢哋玩唔到拉距啊嘛，香港玩唔到拉距，咁變咗就好難會咁留意得咁細節啦。嗱，而家飛入內陸啦，飛入內陸我就拉翻高少少，大概140米高度啦，剩翻60%，已經開始麻麻地喎，咁啊6公里就翻轉頭啦，可能要。嗱，我6公里之後就翻轉頭啦，睇下而家呢個嗱開始呢度大風咧，我開翻個定速先啊，因為我個飛機嗰個起降嗰個箭啊，吹走咗，我要執翻佢先。咁定速有呢個好處咯，即係譬如你附近有啲咩環境突然改變嘅，你都可以係有雙手去做其他嘢啊嘛。嗱，我呢部機咧係冇買到嗰個 Care Refresh 嗰個保險嘅，咁即係話炒咗咧就玩完噶啦，就冇噶啦。咁呢部機咧，我係喺香港買翻嚟嘅，咁啊睇下有冇水土不服啊。而家剩翻5公里翻嚟咯，咁啊55%。其實嗱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嗱，各位兄弟如果玩開 DJI 呢啲咧，會發覺近排呢個自從佢 update 咗嗰個系統之後咧，你有冇發覺佢哋係早咗去逼降你嘅？係以前咧，我記得咧係剩翻6-7% 咧，佢就逼降你嘅。但係而家佢自從更新咗之後咧，係上年開始啦，其實已經更新咗之後咧，佢就10幾11已都開始逼降你，你有冇呢個咁嘅感覺？你有冇呢個情況？你有冇遇到呢個情況？我就遇到嘅，我遇過嘅，
咁我覺得好似咦係咪快咗啲咧？喂，你咁樣逼過我都有時你想玩到盡去到盡，但係唔得咯。佢係咁逼過你，佢係咁要你落。咁有時喂，我飛緊喺水面喎，點搞啊？係咪先？呢個危險啲咯，我覺得。嗱，剩翻4公里鬆啲，用咗一半電啊！嗱，你唔好睇佢而家剩翻50% 咯，其實佢剩翻大概15% 咧，已經好危險㗎啦，因為佢隨時我啱啱話齋，佢逼降你啊嘛。咁即係其實我而家睇咧，就剩翻35% 嘅啫。咁即係換句説話講，你35% 之內你翻唔到嚟嘅話咧，咁你就有機會玩完咯。同埋佢好唔穩定啊，我覺得佢嗰個翻嚟嘅時候咧，佢剩翻10幾% 嗰個時間，佢好唔穩定啊。佢跌得，但係第一跌得好快啦。第二咧，佢逼降你啊嘛，同埋咧你唔知佢幾時逼降你，佢可能15% 逼降你，佢可能亦都係12% 逼降你，即係佢唔會有一個特定嘅指標，佢可能亦都好視乎當時嗰個環境嚟睇下點樣逼降你，我就覺得好似危咗啲咯。嗱，我將嗰個高度低翻少少先。剩翻3公里唔夠啦嚇，剩翻3公里，剩3公里左右到啦嚇，剩翻3公里左右到啦，咁啊45%，咁啊即係其實你減翻15啊，剩翻30，剩翻30%，咁啊應該都大致上冇乜問題嘅。咁如果我早咗翻嚟嘅，咪試一試嚇一嚿電可以懸浮喺空中幾耐，咁可以試一試，睇下可唔可以。另外咧，我就帶咗個 Neo 2。帶咗個 Neo 2翻嚟啦，因為 Neo 2喺加拿大仲未開售啊，仲未開售啊。我呢一刻仲未開售啊，我唔知出片嘅時候會點樣。咁啊，到時又睇下嗰個佢可以 Neo 2可以懸浮幾耐咯。剩翻2.5公里啦，40%大概啦嚇，40%。咁啊睇下佢一陣間會唔會好似我正如話齋15%佢係鬼塞嗰度 B 係咁逼降你。嗱，衛星啊、操控啊，所有嘢都 OK 啦嚇，咁啊見唔到有啲咩異象啊。其實呢個你睇呢個環境都幾靚嘅，即係成個湖邊啊，好靚嘅。咁啊，之前啊亦都去過喺日本一啲地方咧航拍咧，咁又係拍到一啲湖景咧，亦都係好靚嘅嚇，亦都好靚。咁啊，遲啲有片啊可以分享下。2公里啊，剩翻38，應該都緊熟啦嚇，應該都可以嘅。咁但係你大家因住咯，即係譬如話，頭先我飛咗6公里，咁如果你要玩到盡嚇，你要玩啲危險動作嘅，咁你大概頂籠，我諗8公里你都要翻轉頭嗱，因為我之前話齋你電咧，新電咧個電壓比較唔穩定嘅。如果你想玩呢啲咁嘅嘢咧，我覺得你都係放咗一輪，你先好試咯。我發覺呢個唔係第一次我講噶啦，我之前我試過，其實都好多次咧。新電係有啲問題嘅，即係佢嗰個佢唔穩定，我唔知點解咧。係新電個唔穩定啦，係咪先？要叉咗幾次之後咧，即係有啲嘢即係出爐鐵唔打唔得啊！咁啊，剩翻1公里鬆啲啦，1公里鬆啲。咁啊，大家因住咯，即係譬如我而家剩翻33%啊，1公里。咁你扣翻嗰10零%，你頂籠其實只有20% 剩翻，20% 可以都飛到2公里嘅，你咪當佢8公里咯，即係咁講。因為我6公里翻嚟啊嘛，你嚟當加多2公里，你加多1公里嘅咋，其實你因為點解你來回啊嘛，你來回咁你7公里咯，係咪先？7公里咯。咁我取消咗個定速先。
好，剩翻28%，好，功德圓滿。嗱，另外我呢個，另外都想測試下佢嗰個懸浮究竟幾耐啊？大概嘅啫嚇，大概嘅啫。返航點已刷新，請留意返航位置。啊，大概睇下懸浮到幾耐啦。而家距離點講啊？距離我張台啊，距離我張台大概6尺、8尺、6至8尺到啦嚇。咁我睇下會唔會，睇下可以伸展到幾耐，可以捱到幾耐啊！我而家咧就用個屏幕錄影嚟計個時間咯，即係大概究竟可以去到嚇幾耐啊？懸浮到幾耐啊？啊，唔好嘥時間啦，放埋嗰個 Neo 出去啦，唉，橫掂都係啦。嗱 ，Mini 5應該玩完啦。嗱，再報翻個時間俾大家睇啦。其實我呢邊越嚟越大風啊，即係可能都會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懸浮嗰個時間啊。咁當然啦，懸浮其實會比真係你飛出去咧，實際嗰個情況會係慳啲電嘅，慳啲電嘅。咁你而家懸浮嘅應該會會 last 耐啲咯，嗰啲時間。嗱，Mini 5玩完啦啊！我再報翻個時間俾大家睇啦，因為我而家距離嗰個遙控比較遠啲。我睇唔到實際嘅時間，因為咧 Neo 咧佢會跟住我嗰個，哇！呢度嗱好大風啊，連個起機嗰個箭都飛咗出去。嗱，我睇到 Neo 都開始咩啦？開始玩完啦。
啊冇啦，呢度都玩完啦。嗱，睇翻個時間係幾多啊？38分45秒啦，頭先，即係我由22分30秒開始啊嘛，咁啊翻去計翻個時間俾大家咯。嗱，你睇下，我嗰個箭都吹咗出去啦，呢度好大風啊，其實。咁再講啦，即係嗱，我依個 Neo 咧係掹咗嗰個保護罩嘅，係掹咗上面個保護罩嘅，咁啊希望偷輕佢咯。咁所以咧，實際個時間咧會比你用個罩同埋實際飛出去咧，咁呢個係會長少少咯。咁就另外呢個 Mini 5亦都係俾翻個時間大家啦。咁呢亦都係講啦嚇，懸浮永遠都係會電量咧，永遠都會係襟用過你真係實際飛出去咯。喂，咁我哋講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中意我呢啲片啊，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啦嚇，介紹俾朋友啦嚇。咁如果唔中意呢啲片，唔中意航拍嘅，咁都可以推薦俾你仇家啦嚇。Thank you，拜拜。